校長、副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早晨！我係圖書館學會幹事 Free Boy 班嘅羅偉文。我係圖書館學會幹事 Free Boy 班何林峰。喂，林峰啊！前年嘅圖書館嘅同學仔喺事後活動去咗屯門陳黃淑芳中學參觀喎，入邊嘅圖書館真係靚到咧，唔知點樣講好。你睇下，入邊有多媒體學習室，設計現代化，因為咁樣仲吸引咗好多同學仔去圖書館温書啊！而今次我哋嘅參觀活動衝出香港，去咗全深圳879間嘅公共圖書館最大嘅深圳圖書館北館。深圳北館分為地上6層、地下3層。雖然參觀北館呢一 part 只有40分鐘，不過同學仔都爭分奪秒睇自己中意嘅書籍。俾大家睇下我哋啲文青相啦。由呢幾張嘅相片可以睇到，圖書館嘅玻璃係由陽光折射。最神奇嘅係，我仲發現一個書架係有成12層咁高嚟擺書㗎喎。圖書館更加係設有學習室、人文科技展廳同埋研究室等等。我哋一齊睇下智能電子出庫運輸圖書嘅情況啦。去片。科技係咪好先進呢？可惜當日全自動運行嘅太空天梯地下書庫唔開放，所以我哋未能入去參觀。如果有興趣嘅話，下次再約你去啊！梗係好啦，跟住我哋去咗福田區嘅深圳圖書館同埋深圳書城。書城入面仲有好多嘢買添，嚟睇下班同學買咗幾多手信。之後我哋去咗由當地人興建嘅餐廳食嘢。你睇下，有10菜一湯喎，食到我哋舐舐脷。喺香港真係好難食到呢啲嘅地道美食㗎。睇下同我哋食到津津有味，幾咁開心。食完嘢，我哋去咗南頭古城參觀喎，入邊有唔少廣東民居嘅原始嘅風格，例如青磚紅雲屋同埋精美嘅門窗等等。唔講仲以為我哋穿越咗古代添。特別係啲老店啊，真係好經典㗎。所以乜嘢時候南頭古城都係非常之多人。喺回程嗰陣時，導遊哥哥同我哋介紹咗唔同嘅中國歷史啦，例如乜嘢城市係中國最多嘅，深圳最高嘅大廈係中國華潤大廈，都稱為春筍，代表緊係新生同埋希望嘅意思。我哋亦途經超級基地，係位於南3區，係科技創新嘅中心點嚟㗎。例如騰訊啊、華為都喺入邊嘅。因為超級基地嘅發展，令深圳嘅經濟增長同埋人才培養都上升緊㗎。都玩咗成日啦，見大家都好攰。最後我覺得呢一次圖書館深圳一日遊真係好難忘，可以學到歷史之餘，又可以玩，又可以食。喂，林峰啊，如果今年仲有呢個活動，你參唔參加㗎？梗係唔使諗啦，一定會參加啦。咁我哋到時見啦。不過玩還玩，我哋要記得睇多啲書喎。冇 idea 嘅話，可以翻去睇下我哋學校圖書館嘅網站。首先登入學校嘅網頁，去到最底呢個嘅 icon， 入到去就可以睇到我哋圖書館嘅網站，睇翻校長、副校長同埋各位老師嘅推介書籍，做多啲閱讀報告。你哋可以喺年尾攞多啲攞閱讀獎勵計劃嘅獎㗎，同埋可以喺呢個網站睇翻我哋昔日舉辦嘅活動㗎。好，今日我哋嘅分享到此結束，多謝大家。